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共合，要来请宋辉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愿上帝，愿感谢你，愿你实在是来到你的面前，调整你的面。愿感谢你的过去，两三天的时间，虽然风台经过，总是你的庇护，阮的心会当安稳伫你面前。愿献上感谢。即时，阮要三个来中读上帝的话，领受上帝你会将应允甲加持、甲提醒。愿上帝你的神甲我每一项拢三个同在。献上我的感谢，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多谢。咱读耶利米书11章到13章，是等到耶利米个少年的时，大约是伫26岁左右，也是约西亚最旺的时期。11章到13章，特别在强调的就是这人民百姓袂记得上帝约伫约西亚最旺的时，来发现这律法的册。约西亚爱百姓做伙来遵守，然后过来守搬过节，总是伫耶利米上帝通过耶利米来看出讲出人无来彻底遵守上帝约，甚至阁要来陷害耶利米，所以伫昨的12章，耶利米伊知影有伊的亲人要害伊，伊甚至甲上帝祈祷，甲上帝求，讲伊亲像羊仔要受害，当时上帝甲提醒，伊即马所拄着危险，甲将来所要拄着危险，将来是搁较危险。所以昨个11章到12章，耶利米伊的安全受到危险，但是上帝伊最后要弃杀伊家己的殿，伊家己的产业，要互这外国的君王来统治，来背出这无顺探上帝的国啊。总是这外国人也爱受上帝的刑罚。今日要继续看的是13章13章随望是有可能是煞接伫即个11章到13章这段的约西亚最旺的时期，但是13章开始一直到20章，咱看到上帝爱先知耶利米用真多的行动，来去做上帝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所以毋是只有讲，个用行动去讲敢在搬戏共款，但是伊这行动检测人看无。但是会当解说出上帝伊所要做的心意，所以今日咱要看的是13章的部分，就是上帝通过耶利米来提出这披露，甲这行动代表5种的警告。这5种的警告呢，今日的13章内底是头一个是犹大的警告，第二个是酒红的警告，第三个是黑暗要来到的警告。第4个是有对北方来在统治这警告，最后就是讲到20节到27节是北方的对敌，甲犹大这朋友拢犹大不管是伊的敌人还是伊的朋友，拢会登来攻击犹大的警告。咱就来看今仔日的13章但是要来请宋会长老带咱对13章的第1节读到第11节1到11节。即时咱三个来看上帝话，犹大譬如上主对我讲：“你去买一条麻布做的犹大来下药，毋通甲伊浸伫水内。”我就照上主的话买一条犹大下药。上主的话第2遍甲我讲：“将你买的犹大下着起来，去幼发拉底河，将迄条犹大藏伫石头旁。”我照上主的命令，将迄条犹大藏伫幼发拉底河遐。过真侪日，上主阁对我讲：“你赶紧去幼发拉底河，将我叫你藏伫遐的犹大摕来。”我就去幼发拉底河遐，将我藏的犹大挖出来。我一个看，犹大已经烂去，无路用了。上主阁对我讲：“我要照安尼破坏犹大的骄傲，以及耶路撒冷搁较大的骄傲。这个邪恶的人民毋肯听我的话，对因固执的心去拜别的神明，因袂亲像这条无路用的犹大。我爱以色列甲犹大全家甲我结连，亲像犹大
甲人的身躯结连，诚做我的子民，互我得到名声、称赞甲荣光。毋过因毋听叹，上主安尼宣告。好，多谢。而且头一个譬如，就是上帝爱亚利米摕伊去买一条麻布做的腰带来下药。其实这个麻布呢，就是这是因穿的衫，拢是用这个幼麻布所做。这个譬如是腰带，腰带咱想讲是下腰的部分咯。但是这个带呢，伊的原文是指这个最腰带，这个腰的带子，是指一个短裙啊，短裙啊。其实伊也是咧指着讲穿伫迄个这时服内底迄个内裤啊，就是这贴身的衣裤子安尼。总是讲毋通甲伊即个贴身的衫裤，特别是裤呢，毋通浸伫水里啊。意思讲毋通洗，买即块幼麻布即个麻布的衫的带呢，腰带呢，毋通洗。所以亚利米就照讲，照上帝去做，然后下腰无洗。然后第二摆上帝甲讲，将即个腰带下地，然后去到幼发拉底河啊，藏伫迄个石头旁啊。即个幼发拉底河，若是对耶路撒冷去，去到即个就是伯拉大河啊，幼发拉底河，安尼一抓路要600公里啊，600公里。但是圣经内面讲，上帝叫伊先去藏伫遐，然后亚利米去藏伫幼发拉底河的河边遐。然后过几工以后，过真侪日，过些时候，上帝佫叫伊转去幼发拉底河，将迄个腰带摕出来，亚利米就佫去到幼发拉底河安尼就算上近的安尼嘛是爱行600公里。所以有真侪人认为讲，亚利米敢有可能行遮远，是即个伯拉大河，可能是另外一条河叫巴拉干河，巴拉干河只有6公里，可能即个较合理。但是圣经也是咱即卖圣经现代台语、现代中文还是仍然翻幼发拉底河，所以原来有可能就是真正去到遮远的所在，但是亚利米即个行动原来真长啊，然后呢，第二届佫去幼发拉底河，将遐个腰带挖出来时阵呢，已经烂去无路用，上帝用即个腰带来譬如。遮个邪恶的人民，特别是第11集，第11集则讲的以色列甲犹大的全家这个腰带，贴身的衣服、裤子、衣裤是要甲上帝结连，就是爱甲上帝来亲近亲像腰带，互人甲人的身躯会当结连，来成做上帝子民，要互上帝得到名声、称赞甲荣光但是呢，这亲近上帝子民却无亲近上帝，佫无水，然后佫摕去到伫外国的幼发拉底河的所在，然后缀伫石头遐，变做是烂去的腰带，这是头一个比喻就是指这个人民因无清气，也无来自洁，嘛无来听叹上帝话，上帝就互伊荒废煞遮咱来看第二个譬如，是对即个12集到14集佫有第三个譬如15集到17集佫有第三个譬如是第四个是18到19，所以请宋会长老传咱对12节读到19节，12集到19集。这个宋会长麦克风要打开。第12节，你可以对人民讲：上主以色列上帝甲我讲，叫以色列人将酒甲酒瓮拢添互边，因会讲，我煞毋知逐个酒瓮拢着添互满。你着对因讲：上主安尼讲，我要用酒互坐伫大笔王位的祭司、先知，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啉甲醉。我要互因醉甲起冲突，连爸囝嘛安尼。我无要同情，无要疼惜，无要怜悯，一定要甲因彻底消灭。15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毋通骄傲。上主已经安尼宣布，
以上主恁的上帝，也未互黑暗来到。黑暗的山内，恁的骹也未绊倒以前，恁就将阴光归互伊。若无，伊会互死荫的黑暗代替恁期待的光明。恁若毋听，我会因为恁的骄傲暗中啼哭，我会为着恁痛苦流目屎，因为上主的子民互人掠去了。上主叫我对王甲太后讲，恁着谦卑坐伫下面，因为恁头壳顶水的王冠已经落去。伊阁府遐个城的门关条条，无人出入，犹太人民拢受掠落。好，谢。好，这有讲到第2到第4个譬喻哦。好，第2个譬喻就是酒红的譬喻。这个酒红，上帝是叫人民爱底好满。好，这人民讲因当然伊嘛知爱将这酒红好做来兑酒，互伊满。总是上帝用这酒呢，是要互这对王、祭司、先知甲所有人民拢要啉甲醉哦。好啊，和本翻成酩酊大醉哦。好，不是只有小醉，好是酩酊大醉，好醉甲唔知影人，好总是上帝互因伫醉甲会当起冲突吼。这个冲突呢是连爸甲囝嘛安尼冲突，甚至就是自相残杀，好这个烂醉如泥，东倒西歪，六亲不认，好就是互因安尼因想讲酒是好物件，好但是因伫这个彼此的冲突中间，好无疼惜。嘛无怜悯哦，上帝互因自相残杀来家己来消灭家己，这是上帝出在因任凭，伫这个罗马书上帝也出在这个人继续拜偶像，出在因继续来犯罪，继续来离开上帝，因若伫这个歹中间，上帝就是用这个歹来教示因哦。然后第3个譬喻，是讲到。黑暗要来到的譬喻，对15、19、17节，上帝讲这个黑暗呢是要互伊将上帝阴光，因无将阴光归互上帝，上帝就互伊变做是黑暗，特别是伫这个黑暗中，因伫迄个内面，因为骄傲，来暗中啼哭，会为着痛苦总是压力米，伊会为着。因为痛苦流目屎啊，因为看见上帝子民互人掠去啊，特别是17节，我为着恁的痛苦流目屎，因为上主的子民互人掠去。这个我呢是第一人称单数，这看起来是亚利米，但是咱若前后文对16节到17节，这个上主伊所要做的代志呢？可能嘛是上帝，伊嘛伫这个中间咧流目屎，为着这人民受掠来啼哭。然后第4个譬喻，就是这北方来统治者，对18节到19节，之前有讲过。然后上帝叫亚利米对王甲太后啊，这王呢，应该是约雅斤王，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甲约西亚这个约雅斤的某叫做尼摩斯他，这个太后，伫列王记下24章，列王记下关的24章，讲到这个王甲太后，就叫伊爱谦卑，爱坐伫下面，因为因头壳顶水的王冠已经落倒去，因为因是头一批受掠的王啊，所以王后拢受掠去到伫巴比伦。尼哥夫伊的希伯来文就是南边啊，所以现在做一本犹大南部，这城门拢关条条，无人出入，犹大人民拢受掠了。所以这是第4个异象，就是亚利米看见对北方来这个受掠的，连王甲王后，王后拢掠去。然后伫南部这旷野，大家拢紧甲门关起来，无人会当去，因为因这伫耶路撒冷的拢紧受掠走，所以头一个是犹大譬喻，第2个是酒红的譬喻，酩酊大醉，自相残杀。第3个是阴根变作是黑暗，好像出埃及记的这个第9灾哦。
上帝吼迄个全地拢黑暗。第四个是对北方来的这侵略者、掠夺者的这警告。最后第五个譬如是对这北方来对敌甲这亲人朋友对敌拢要来攻打犹大啊。最后咱请宋慧昭老师传来读第20节到27节。耶路撒冷要注意看北边来的对敌，加前交代你照顾，你所夸口的人民担伫倒位？你以前栽培盟友来统治你，你也有啥物话通讲？你的痛苦亲像山呼追准，你想要知是安怎我有这个灾难？是安怎我的衫互人拆破，我互人中破？是因为你犯的罪真重。古时人乃当改变因的皮肤色，改变因的灰点。恁遮的惯势最歹的人，乃当最好。上主讲，我要甲恁赶线，亲像旷野的风，吹散草叶，这是恁应该得到的报应。因为恁已经袂记得我，去拜虚假的神灵。我要掀你的裙，探你的面，让人看到你的见笑。你伫山峦伫野外服侍遐的神灵，亲像出声惊淫乱可恶的景象，我拢有看到。耶路撒冷啊，你要到第时才会清气，你有灾祸了。多谢。最后这个譬如呢，上帝用非常生动，嘛是非常残忍，甚至非常不符合人情，这种的譬如，来警告爱人民回头，总是因煞无听入去啊。对着讲着，连王甲王后拢向掠去，总是呢，上帝第五个讲，就要注意看北边来对敌，这早前就已经交代你照顾，所夸口的人民，担伫倒位，早前就是讲上帝已经将以色列也是遮个犹大，遮个人民交互遮个国家来照顾，但是拢受掠走去啊。然后第十一就讲，以前栽培的民友来统治你，因为当这个希西家王，伊做王的时阵，伊阁邀请巴比伦拿遮个使者，来到伊的遮个圣殿，来到伊的王宫，然后开门互因参观，这是伊的盟友啊。但是呢，即马也有啥物话通讲？因为遮个盟友呢，即马变做是来甲你攻打，遮个对敌啊，所以你的痛苦亲像产妇在催阵啊，就是你要生囝迄个痛苦的时阵。但是这个产妇要痛苦的时阵，在生囝已经真艰苦，但是煞知要生的这个囝呢，毋是家己的囝，是这个淫乱，是偶像的囝。所以讲是安怎我有遮个灾难，是安怎我的衫互人拆破，我互人强暴，强暴。就是向人被这个妇女被强暴，然后要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迄种的艰苦，上帝甲因讲，因为因行淫乱拜偶像，所以因所生的拢毋是出自上帝，毋是上帝囝，毋是家己的囝，所以上帝继续描写讲，古实人就是遮个住伫非洲的人因遮古时人伊索比亚。因的皮肤是乌的，因乃当改变因的皮肤的色。迄个白呢，花豹能够改变它的灰点斑点。安尼恁遮的最惯势最歹人就会当最好啊。所以上帝讲，因无可能够最好。其实毋是对因无可能，是因为因的这个心受白，所以上帝爱重重的来惩罚、管教、警惕因的心。甚至24章，上主讲这就是因的报应，因为伊已经袂记得上帝拜别的神明，所以上主要做就是掀伊的裙，看伊的面啊，露出他的下体，互人看到伊的见笑，因为因互上帝失去因根，嘛互上帝见笑，所以上帝就安尼来甲因教示。上帝阁讲因上帝恁伫山峦伫野外。服侍遐个神明，亲像出声惊淫乱可恶的景象就是因安怎遮个见不得人遮个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
因咧拜神明、拜偶像，伫上帝眼中来看，追求这个世间的就是拜偶像。上帝讲，我拢有看见，耶路撒冷，你要到第时才会清气，你有灾祸啊！所以13章应该是继续伫对11章到13章，是伫这个约西亚王的时期啊，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所发出来的警告甲预言，甚至讲到因变做是无清气的犹大，讲到因是这个酒翁，因即马食好、穿好、啉好，真享受，但是最后却是造成自相残杀。过来因即马敢无看到黑暗，总是因互上帝因跟无去，上帝就要用黑暗来甲因掠砍，甲因的这个王甲王后要受掠，有对北方来，过去是盟友，除了巴比伦、亚述、埃及、等等这些国家，因咧甲这四周的国家，伫做邦交，想要来联合，抵抗敌人，但是无要甲上帝来联合，最后互家己的朋友来出卖，所生出来囝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被强暴所生下来淫乱的这个痛苦的生产这是一个真大的灾祸甲咒诅。总是耶利米，伊是用行动，伊也是用披露，嘛是用画面，互这人民会当看见。但是呢，检测这人民无完全听入去啊。今日这段有两个根据，是咱会当过来读的，是头一个是第11节，上帝讲：我爱以色列甲犹大全家甲我结连，亲像犹大甲人的身躯结连。行做我的子民，互我得到名声、亲近甲荣根哦。上帝爱咱甲伊亲近，上帝爱咱亲像犹大，也是迄个裙，也是迄个内衣物，会当甲上帝贴近，但是就爱常常爱洗互清气，要自洁，这是上帝对咱的期待，安尼就当得到。互上帝得到名声、称赞甲荣根，毋通变做迄个摕去放伫幼发拉底河的即个石头底，迄个烂去没有用处的腰带。第二个是伫15节，上帝宣布讲，恁着注意听，毋通骄傲啊！上主已经安尼来宣布，所以遮个王遮个人民因骄傲，是因为无注意听上帝在讲的时阵，左耳进右耳出，圣经在读的时阵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地告无照上帝所爱来想，是照家己的所爱来想，就离上帝愈来愈远。咱今日就分享到这，感谢所有长老带咱读经，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日今在中间，阮看见耶利米流目屎，其实嘛是上帝在流目屎。当阮的心无来跟对上帝，还是当阮伫即个罪恶，亲像啉酒醉的人，毋知影清醒的时阵，求圣神保惠师帮助阮，互阮会当醒悟起来，也当来落决心，就爱来离开这个罪恶，等到上帝你的身躯边。主啊，也求上帝你帮助阮、怜悯阮，互阮伫即个世间会当钦调上帝，来钦调上帝你的话，也祝福伫阮四周围身躯边还未信主的人，互阮有智慧，也互阮为因代祷祈祷，互阮会当帮助因，也会当来听见上帝你呼求的声。主啊，阮特别为着即个风台所经过。也是造成真侪遮个损害，也是破坏的所在，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也愿上帝你怜悯，甲阮的国家社会，以及甲阮的教会同在，阮伫主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祝大家平安，伫家里落好。谢谢老师，拜拜。平安，大家平安。平安。